我知道咧，其實之前啦都即係政府都開咗好多啊，或者快速開咗好多啲咁嘅空頭支票啊，咁張支票落唔落實到咧？兌唔兌現到？係啦，好多好犀利嘅政策啊，金融島係咪？金融區一啲咁嘅政策。其實應該咁講啦，15年開頭，15年時候我睇個規劃，哇！填咁多個島出嚟，又話金融島，又免稅島，又搞工業區，即另外啲地方啊，跟住又高級，哇好宏偉嘅宏圖大計，即係幾十年去開發嘅呢件事啊嘛。OK， 咁真係得唔得㗎？係嘛？咁大家呢度有提過啦，蘇丹咧上任啊嘛，做元首啊嘛，係咪？咁而家究竟啲咩利好真係可以落實咗或者落咗地嘅？落咗地，大家講解下嘛。首先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嘅金融特區啦。金融特區包括其實我哋香港都係全世界嘅金融中心啦。咁其實我哋係往香港同埋新加坡嘅經驗去發展啦。咁首先森林城嘅金融特區咧，佢係屬於馬來西亞除咗 KL 嘅 TRX 之外咧，唯一一個金融中心啦。目前我哋如果係金融企業嘅話咧，入駐森林城市嘅話咧，正常係24%啦。即係企業所得稅係每年嘅營業額超過60萬就24%啦，24% 啦。咁如果你喺 Forest City 做呢個金融企業啦，我哋只需要5%就得㗎啦。5%，或者係24%，少咗19%，係。即係其實咁差2成。即係如果你喺呢一度落戶做一啲金融類，即係政府指定嘅一啲種類啦，嗰個公司嗰個利得稅其實叫利得稅啦，就由24%變到5%，5%即係其實就爭好遠啦，慳2成，慳2成，好犀利喎，好犀利喎。OK， 呢樣嘢都係大家了解下啦。嗱，其實金融特區咧，即係以我所知道啦，其實最主要嘅就係針對家族辦公室嗰邊嚇，因為其實即係打開底咁講啦，佢係搶新加坡啲客嘅。因為新加坡個門檻太高，做家辦、做信託嗰個門檻太高。咁但係呢邊嗰個門檻咧就相對嚟講低好多。如果喺呢邊成立一啲家族辦公室啦，咁佢其實就只需要即係嗰個資產，即係佢控制緊個資產嚇，最少就3000萬令吉嘅啫嚇，就可以入嚟，即係入嚟開波啦。簡單啲講，當然有好多手續啊嚇，即係但係佢嗰個資產就3000萬令吉嚇，但係唔需要全部3000萬令吉係投資喺馬來西亞嘅嚇，只需要10%嘅啫，即係話你海外資產都係計咗落去嘅嚇。咁同新加坡講緊上億波子我唔係上億嘅，應該5000萬波子我記得嚇。OK， 幾千萬波子㗎啦，基本上就個分別就好大㗎啦，分別就好大。咁所以其實吸引咗一啲當然一大嘅家辦啊，或者信託啊，或者大基金未必會過嚟呢度，但係可能一啲細型嘅嚇或者新成立嗰啲，可能會開頭選就係呢邊落地先嘅嚇。咁呢樣嘢大家即係都可以了解下，呢樣嘢其實就係幫助到呢一邊嗰個金融業發展，因為佢需要咩咧？第一租場地啦。一定要租落地，一定即係落地進駐度，一定要租地方㗎。冇錯。咁你員工都要住㗎。係嘛？咁當然你話係咪好似中環啊，或者係新加坡嘅 Marine Bay 嗰邊咁誇張咧？就肯定唔係。但係就有呢個金融政策喺度落地咧，佢一定吸引咗一紮人喺度做嘅。係嘛？呢個第一個啦。第二個其實呢度都同我哋都講過，話政府有個首創嘅，有一啲部門政府部門直接喺森林城市嗰度辦公，可以慳翻好多時間。呢個我聽到咧都真係嚇咗一跳。係啦，一般我哋無論係香港又好啦，或者係中國都好啦，我哋要去辦呢啲手續嘅話，通常係企業啦，去跑唔同嘅部門。冇錯。居然咧，一站式政府咧將所有政府部門咧集中咗喺我哋森林城市呢一度，係冇錯。金融部門啊嘛。係。咁有都好似有。total 係11個咪？11個。係啦，11個會喺度，直接喺嗰棟我哋叫地標嗰棟辦公大廈下邊有個位置，係專門係馬來西亞政府有晒一個部門喺度直接辦公，所以嗰啲企業可以直接去喺度一啲申請。即係你樓上辦公咧，樓下就可以一站式冇錯，有啲批文啊、手續等等啦，係咪？係啊，都係非常方便。咁另外我想問下啦，我都比較關心嗰條咧，就龍琛高鐵嗰個即係進度啊，而家即係佢究竟係幾時會落成啊？咁樣唔係我哋係咪個站點會喺呢個森林城市呢一邊啊？咁樣啊？咁龍琛高鐵嘅話咧，咁其實係從吉隆坡到新加坡啦，係啦。咁其實舊年嘅新聞咧，其實馬來西亞咧政府咧都同幾個財團喺度競標緊㗎啦，即係咁應該近期會有更多嘅新嘅消息出嚟啦。咁喺舊年嘅新聞都有提及到啦。咁蘇丹嘅意思咧係，如果龍琛高鐵嘅重啟嘅話咧，係會經過森林城市嘅。哦，OK。
即係新山嘅站點可能其中有一個站點就係森林城市啦。係有呢個可能嘅，有可能性。冇錯。OK，我哋都係熱切期待啦。如果真係一個咁大規模一個即係 project 啦，咁有個即係軌道嘅交通嘅一個樞紐咧，咁啊對成個發展有好大嘅幫助啦。係啦。龍新高鐵咧就補充下，就係由吉隆坡落翻新加坡嘅。咁啊呢條鐵路咧其實係泛亞鐵路嘅其中一部分。泛亞鐵路咧行其中一段。泛亞鐵路咧就係咩咧？由中國嘅雲南昆明嗰邊飛出嚟嘅，就一路去到新加坡嘅。OK， 咁而家嗰段泛亞高鐵啦，咁講泛亞鐵路啦，咁由雲南嘅昆明咧已經開到去老撾嘅萬象㗎啦，已經通咗車，已經通咗一段，已經通咗一段㗎。咁由老撾再落緊泰國嗰段，咁泰國嗰段就自己收緊嘅，做緊嘅，因為由清邁落去曼谷嗰段咧就起緊㗎啦，由清邁落緊曼谷嗰段起緊㗎啦，咁由曼谷再落芭提雅等等嗰啲咧就我知道都係起緊嘅，但係我冇 confirm 嘛嚇，咁一路就連住晒嘅，咁多國家連住即係連通我哋成個東盟十國啦。冇錯。我哋中國公民咧就去東南亞咧就唔使坐飛機，直接坐高鐵，冇錯。暢遊東南亞十國啊，係啦，暢遊咁樣一路玩落去啦。係啦，好，咁啊差唔多，我哋就轉頭再見，OK。好。